當抑鬱症發生咗軀體化症狀嘅時候咧，我哋中醫會認為身體嘅氣機、氣血運行已經影響到臟腑啦。比如講，你胃腸消化唔好，唔想食飯，然後你會覺得心臟難受，佢一定會影響心臟，心臟就會供血不足，甚至會有頭暈。梅花針嘅作用係幫你疏通氣血，所以通過黃氏梅花針同埋中藥調理之後咧，你會覺得身體舒服好多。要將氣血打通，治療嘅時間我哋一般要求連續3個月。氣血先可以平衡落嚟。喺呢個期間咧，半個月嚟復診一次，因為一般治療2週以後咧，你嘅情緒先至會有明顯嘅改變。所以你首先要記住，呢個病係一個慢性病，唔係感冒，唔係3日2日就可以好。好似情緒呢個問題，連續3個以上，佢其實係一個慢性嘅情緒性問題，自己係調整唔好嘅，一定要有外力嘅干預。我哋接觸個個案，大部分喺治療3到6個月嘅時候咧，基本上佢嘅症狀已經消失啦。但係仲需要繼續觀察，因為佢好容易復發，所以我再次強調，抑鬱症嘅治療關鍵，第一個唔好隨意停藥減藥，第二個要堅持並且配合醫生按療程治療。